咁唔怕難聽講句啫，喂，其實你哋就只係做代工啫嘛，又扮咩大佬啫？一個打螺絲嘅，咁周圍同人哋講話，哎呀，一個係炒翻好多份打螺絲噶，哎呀，粒螺絲都係我噶，係啊，又叻仔啊你。咁但係個問題係，你咪又係打螺絲，咁好心你係慳啲啦，好唔好啊？係大家就咁，相信大家都知工作最近中美關稅戰越演越烈，而根據最新嘅消息啊，美國就已經係將中國進口嘅商品嘅關稅加到去245%啊！咁再根據彭博引述知情人士報道，咁中國依家就開始願意想同美國進行貿易談判，而個大前提啊係需要特朗普展現尊重喎。唔准答我膊頭，你唔食我咪唔答咯，你唔答我咪唔食咯，你唔食我咪唔答咯，咁你放手嘅我咪掉咯，你掉我咪放手咯，咁你唔放手我點掉啊？你唔掉我點放手？咁但係今日咧，其實無話中大家講一件事嘅，而主要想講嘅就係喺中美關稅戰嘅期間啊，咁最近就發生咗一件嘅小插曲。咁就喺近日，美國白宮發言人 Caroline Leavitt， 咁佢就出席咗一個記者會，就發表關於中美關稅戰嘅言論。而期間大家見到啦，咁佢就着住一條紅色嘅裙，而就喺呢個時候，即係你又點會估到？點會諗到？咁居然有一班中國小粉紅就聲稱話喺淘寶嗰度揾到同一款嘅裙，咁然之後就話佢一邊反中一邊喺度着中國嘅裙喎。咁最好笑嘅就係，咁事後就俾人發現，即係原來 Caroline 佢所着嘅裙啊，其實係英國嘅品牌，而嗰班中國小粉紅喺淘寶上面揾嘅嗰一件呢，其實係山寨貨嚟㗎。係啊，我心你哋中國山寨貨收收皮啦！大佬啊，咁點有可能攞淘寶嘅嗰啲貨攞同人哋比㗎？即係你一條山寨貨，你唔好話我話文市都冇人要啦，你咪搞笑啊！你講咩啊？由於一件事咧，實在真係太好笑，哎呀救命！我點有可能攞淘寶咁同人哋美國白宮發言人嗰件衫做對比㗎？咁係啦，咁今日就等同大家簡單分享一下，即係到底一班中國小粉紅係有幾咁智障咧？即係究竟哪來嘅自信係令到佢哋認為美國白宮發言人係需要着淘寶貨咧？話咁入到最後啦，咁我都會就住一件事去分享一啲我嘅個人睇法嘅 ，OK？咁正如剛才所講啦，就係最近啊，咁美國白宮發言人 Caroline Leavitt 今日出席咗一個關於中美關稅戰嘅記者會，而期間就着住一條紅色嘅裙。咁就喺個時候，咁中國駐印尼嘅總領事咁突然出咗個 post 喺度揶揄佢身穿嘅嗰套紅色嘅裙呢，其實係中國製造㗎。咁正因為咁啊，就開始引嚟咗好多中國網民嘅關注同埋熱烈討論。咁而且更加有啲中國小粉紅啊，仲聲稱話喺淘寶嗰度揾到同一款嘅紅色裙，而且個售價就只係160蚊人民幣咋。咁然後就一個二個拎住一條淘寶裙咧，就喺度諷刺佢，講到話：哎呀，又話反中喎，咁啲但係自己咪又係着淘寶嗰啲中國裙。我咁之後嚟咧，就俾人發現，原來一條紅色嘅裙啊，其實係嚟自英國品牌 Self Portrait 嘅一個設計款式，而根據官網嘅定價係差唔多成3000幾蚊人民幣，即係話嗰班中國小粉紅喺淘寶嗰度揾到嗰一條啊，係山寨貨嚟㗎。哎呀，真係好殘啊！救命啊！真係。咁於是後一班中國小粉紅啊，就終於意識到自己柒咗啦，咁所以就開始轉方向，嗱由原本就話佢着淘寶貨，跟住就喺度講到話：其實佢咪又係着中國製造嘅裙，咁我哋都冇錯㗎，冇錯咪先，佢咪又係着中國製造，又話反中又話反中喎。尚書大人都算機靈，風吹邊邊就向住邊邊擺，真係佩服佩服。大人，你咁講咩意思啊？講下嘢啫，唔啱聽咪講個第二樣咯。救命啊！真係咁解到咧，你話你真係。咁對於中國製造呢一個嘅問題咧，咁其實一直以嚟我都見到好多中國人成日拎住呢一個不斷打飛機嘅，咁我陣間先去慢慢回應下 ，OK？咁而我想講翻重點就係，喂大佬，即係究竟係邊一條嘅小木仔上淘寶揾到一件嘅同款，然之後就話人哋係着淘寶貨啊？我有冇佢啲朋友喺度啊？有啊，快啲絕交啊，大佬！咁一嚟啦，即係你估全世界都用淘寶嘅咩？二嚟啦，喂人哋作為美國白宮發言人啊，又需唔需要喺淘寶嗰度買條裙，然之後出席記者會啊？咁三嚟啦，就喺一啲公開場合啊，其實衣着係非常講究，而喺一種情況之下，咁佢又點會戇鳩鳩咁樣着一件淘寶嘅山寨貨，然後走出嚟俾你笑啊？咁最犀利嘅乜嘢？最犀利嘅就係明明一聽就知道係戇鳩嘢嚟㗎啦！咁之但係都居然有一班嘅中國網民話佢哋信㗎，仲要係 share 出去一齊
齊去嘲笑一位美國白宮發言人添啊！好看嗎？我不是在推銷衣服，純中國造，世界要。如果穿在他身上會怎樣？ Thank you。一個天天宣傳抵制中國貨的發言人，卻帶頭穿起了中國貨，這就叫做身在曹營心在漢。你老母臭大你咁辛苦，你蠢得咁緊要就咪去鬼做人啦！唔怪之得以前喺中國嘅時候都好少見到精神病院啦。我明啦，我終於明啦，即係原來你哋成個國家都已經精神病院嚟㗎，我唔係講笑㗎。我先撇除即係佢哋喺度話人哋着淘寶貨呢一件事先啦。你試諗一下，你有冇遇過其他國家嘅人，譬如係越南人咁樣，當佢哋見到有一啲嘅產品係寫住 Made in Vietnam 嘅時候，佢哋係會Made in Vietnam，Made in Vietnam，Vietnam is great。又例如係泰國人啦，即係你有冇遇過啲泰國人？當佢哋見到一件嘅產品係寫住 Made in Thailand 嘅時候，佢哋係會咁啊！哎呦，咁好夾啊！哎呀，冇啊嘛！我定就我忍唔住想笑。冇啊嘛！我諗啲大圍六士班中國人咧，佢哋真係特別中意拎中國製造出嚟打飛機嘅喎。每一次見到 Made in China 嘅時候咧，都總係會咁噶。嚇？什麼？這個是中國製造的嗎？哦，中國製造啊，太厲害啦！中國第一啊！哎呀，太好啦！這個中國製造啊！咁所以你話啦，我一班人唔係黐線係乜嘢啊？你答我啦！中國銀行。首先，大家就係想回應翻關於中國製造呢一個問題啊！咁一直以嚟咁都有好多嘅中國人成日拎咗打飛機啦。咁今次呢件事上面，仲要係由中國駐印尼嘅總領事用中國製造去揶揄人哋，又要反中啊！咁之但係又要用中國製嘅貨品。咁可想而知，呢一種嘅思維普遍就已經成為咗好多中國人嘅認知同埋共識。咁之但我想講嘅係背後嘅邏輯其實係錯到撲街嘅。我哋以前都已經講咗109700幾十次㗎啦，即係其實中國製造係唔等於中國嘅產品㗎。即係唔好成日偷換概念啦 ，OK？ 就例如係 iPhone， 大部分都係由中國組裝同埋製造嘅，咁之但係佢係咪中國產品啦？唔係啊嘛。又例如係 Nike 啊、Adidas 嗰啲產品，大多數都係由中國製造，咁之但係佢哋係咪中國嘅產品啦？唔係啊嘛。甚至乎 Tesla 啦，咁佢喺上海嗰度興建咗超級工廠，專門製造 Tesla 嘅嗰啲車嘅，咁我想問，唔通 Tesla 佢又變咗做中國電動車咩？咁最後第二啦，咁我想回應埋啦，就係今次呢件事上面，大家見到就係嗰班中國小粉紅啊，喺淘寶上面揾到一條同款嘅裙，咁而嗰一條就好明顯係山寨貨啦。咁呢一件事啊，其實某程度上都誤打誤撞咁樣揭露咗兩個嘅問題。第一個嘅問題就係點解佢哋可以做到一模一樣呢？咁就係因為好多時啊，嗰啲中國代工廠都會私底下咁拎咗啲大品牌嘅設計，然後就自行仿製，再喺網上面出售，而形成中國山寨經濟。嗱，咁例子啊多不勝數啦。咁你有興趣嘅話，都可以自己上下淘寶，哇！真係乜嘢山寨品牌都可以見到啊。咁第二個問題啦，咁其實我呢一條片咧都有提及到嘅，咁就係進一步證實一直以嚟啊，中國真係違反緊世貿嘅規定。咁因為根據與世貿有關嘅智慧財產權協定，世貿嘅成員必須要遵守法律框架，要求會員國要對著作權、專利、商標設立最低嘅保護標準，並且要求會員國係要設立有效嘅司法同埋行政機制嚟對打擊侵權。咁喺中國呢，係啊，佢都係有設立相關嘅法律保護知識產權㗎。咁之但係冇用啫嘛。嗱，你唔信嘅，你自己再去深圳行翻轉啦。中國嘅嗰啲山寨產品啊，係癲到直頭開埋實體店，明目張膽咁賣一仆街。咁再加上今次件事啊，其實更加凸顯出依家中國嘅山寨經濟已經係發展到一個失控嘅地步。咁喺一種情況之下，世貿佢居然係冇相應嘅措施應對，任由中國繼續發展佢嘅山寨經濟，甚至乎近年中國更加係將嗰啲山寨產品出口到各地，違反知識產權之外，咁佢亦都係以低價出售，破壞公平競爭原則。咁所以我之前都解釋過啦，就係點解近年美國退出全球化發展，自己搞嗰啲區域貿易啊，部分原因咪就係因為有好多嘅規矩都俾中國玩爛晒咯。咁既然你哋中國唔跟規矩玩啊，咁依家人哋美國咪同你鬥無賴，一齊唔跟規矩玩，咪就係咁解咯。你知收我大利是嘅咩？你知收咗我錢㗎嘛？你一早知㗎嘛呢啲嘢？好難頂啊！咁梗係難頂啦！而家就係要你難頂啫嘛！仲喺度駁嘴，你以為真係有料啊？嗱，搞清楚啊！即係如果係站在人權啊、意識形態啊、長期嘅策略去睇嘅話咧，其實我唔係太支持特朗普嘅做法㗎。而我只係覺得依家好多所謂嘅世界機構根本就形同虛設，完全係起唔到任何嘅作用。再加上你哋中國人成日唔跟規矩做嘢，所以我先認為係要有一個人走出嚟，要去重整翻一個社會秩序啊！咁所以係啊，你可以話特朗普霸道、好野蠻，咁但係 sorry，就目前為止，佢真係唯一一個能夠重整世界秩序嘅一個人嚟嘅啫。咁
咁好啦，咁今日轉到先。咁今次件事上面，大家見到啦，就係有一班中國小粉紅居然走上淘寶揾到一件同款嘅裙，然後就喺度揶揄嗰位美國白宮發言人。咁到底點解佢哋會有一種嘅諗法嘅咧？哪來的自信呢？甚至乎點解佢哋係會認為只要你用中國製造就等於要支持中國咁樣呢？即其實一切都係一班人由細到大被系統性培養出嚟嘅壞嚟㗎。我以往都講過好多次啦，你哋唔信啫嘛。咁所以關稅戰真係其次嚟嘅啫。如果一直以嚟最擔心嘅就係、當呢一班由細到大被洗腦搞到毫無道德、諗嘢又毫無邏輯嘅小粉紅走到去其他地方嘅時候，嗱，你試諗一下，就好似癌細胞會不斷喺全球各地擴散開去啊！咁咪就啦，今次帶到一件事點睇咧？咁有趣觀眾亦不妨喺下面得分啦。